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香港山遊。今日嘅山遊行程大約11.6公里，花咗約4小時，從西貢北潭涌出發，最後抵達大網仔。呢條路線上山時可以欣賞到蚺蛇尖同埋長港一帶嘅景色，下山時則可以遠眺吐露港一帶。一開始，我哋沿住北潭涌郊遊徑走到北潭涌島，然後轉入麥理浩徑三段。麥理浩徑三段旁嘅牛耳石山係今日山遊到嘅最高點。從麥理浩夫人度假村巴士站，我哋行到北潭涌郊遊徑同埋綠湖郊遊徑嘅入口，沿住石級走15分鐘，即可到達北潭坳郊野公園管理中心。中心前方嘅嗰條小徑同埋北潭涌郊遊徑都可以帶我們到北潭涌島。呢次我哋就繼續走北潭涌郊遊徑，大約20分鐘後就能到達麥理浩徑三段。嗰度應該就係我哋要上嘅牛耳石山。到啦，麥理浩徑三段。呢條山徑嘅石級保養得唔錯，沿住呢啲石級走，爬升大約300米，然後轉入一條通往牛耳石山嘅山徑。而家嘅視野較為開闊啦。睇嚟呢度係一個唔錯嘅觀景點。離山頂唔遠啦，行啦。呢段有啲斜，我身後景色幾靚。突然間天陰起嚟，大致還可以睇到，應該我諗係大浪灣、蚺蛇尖同埋長港。哇！有啲朋友已經登上咗牛耳石山頂。我唔太肯定登頂小徑喺邊度，佢應該喺左邊。啊，找到啦！哇！呢個景真係冇得頂啊！沿路返回麥理浩徑，由呢度開始，基本上就係一段平緩嘅下山路。我哋打算喺張上休息，嗰度有一片樹蔭濃密嘅平坦草坪，同埋一個公廁。由呢度大約要走30分鐘，
之後我哋將轉向水浪窩走，稍作休息，補充水分同埋能量。之後我哋沿住山徑向水浪窩走。嗰邊係吐露港一帶。我估佢係雷打石山，今次就繞過算啦。我哋喺呢一個路口繼續走麥理浩徑3段，要爬升一段，大約上70米。接下來約45分鐘嘅下山段，將帶我哋到仁義路，然後我哋會沿住馬路旁走一段。呢趟山遊大約花咗4個小時，走咗11.6公里，最高海拔達425米，累計爬升616米。好明顯，我哋正接近一個村莊，我哋將右轉入仁義路步行約25分鐘，到達另一個路口，將左轉入大網仔路。我哋會喺一家士多停落嚟。今日嘅山遊就喺嗰度結束。希望你同我一樣享受呢趟山遊，祝你有愉快嘅一日。